要做伙来感谢祈祷，也要承认咱过去亏欠的做，咱用上帝话做伙来讲来。我要用感谢的这献予你，搁要求耶和华的名。我对你摆咧我的罪过，无隐瞒我的罪恶。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你就赦免我犯法的罪。兄弟姊妹，咱要开声来祈祷，来感谢主伫过去一年久，无论伫顺境逆境，拢保守看顾咱，互咱稳定到野。有忧伤的时，伊安慰；有欢喜快乐时，伊甲咱同欢喜。伊有怜悯，赦免咱的罪过。咱开声来祈祷，咱开声来感谢。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感谢，来到主的面前。主，阮感谢阮好好，因为你伫顺境逆境，你拢保守看顾阮，甲阮三甲同在。然后阮会当伫阮的生活中间，主啊，经历你的丰盛稳定，因为你是有稳定信息的上帝，你无快受着，你无记伫阮的歹，你愿意将一切主的怜悯拢归予敬畏你的人。愿主你也帮助阮，互阮圣神的同在，时时警醒。特别上帝，阮感谢你过去一年久，你的保守看顾，无论伫哀伤，无论是艰苦，也是欢喜快乐，你的是阮的手拢甲阮三甲同在。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有恩典，有慈悲，赦免阮的过失。求你来用你的保护来撤销阮一切伫有意无意中间的犯罪。愿主你来赦免，来清理阮，互阮无互圣神来烦恼，也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也这请坐，咱要为着咱的国家城市，咱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来。所以我劝勉的第一就是替众人恳求、祈祷、求恩、祝谢。替这的王甲隆重的官府求，互咱凡事敬虔、端庄，通安然恬静来过日。愿主来说，咱要为着国家，咱所徛起的城市，我们为了国家城市，咱来祈祷，为了执政掌权的，若会通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上帝同行，咱就较好过日。有好的政策，特别即马面对着这着灾啦吼，猪瘟对不对？瘟疫，大家真惊吓，非洲的瘟疫，惊讲对大陆传，所以吼去金门也是过来，你袂使黑白炸肉炸肉干肉酥，等等拢袂使。人伫咧惊吓中间，无法度平安过日吼。所以咱为着执政掌权、执政掌权的咱为因来祝福来祈祷，因好好做，咱就好好过日。咱开声来祈祷，开口同声来祷告。咱为着咱的国家执政掌权的，特别为着汤市咱的首长来祈祷，为着这团队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们的名来祝福我们总统文武百官，欢迎来当认捌你、敬畏你而且来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主上帝来同行。奉你的名来祝福这个土地、这个百姓。黑暗的关系，来离开你这个土地，离开这百姓。愿主你来讨帮人会通先得到自由。愿主你来做阮汤市首长、市长，以及所有团队，拢会通伫遮来认捌你、敬畏你。主，阮奉你的名来祝阮的执政团队，阮的市府团队。互因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上帝同行。所定的政策会通利益伫这个土地、这个百姓好来管理这个国家。奉你的名来祝福，或者的团队拢会通认捌你，因就上帝荣光甲权柄来治理，互阮会通伫阮每一天的生活充满盼望、充满平安、充满富足。恕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要为着咱的需要，咱在伫新的一年，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婚姻，
要紧伫你身躯病痛，感谢咱的亲人有在带伊伫病痛中间，咱会通替伊来恳求，咱用上帝话做来宣告。恁着压耳孔就困我，着听就恁的心神的我要甲恁立永远的约，就是所应允代必坚固的恩惠。咱要为着家己的心灵来祈祷，为着你的需要。感谢你需要伫工作顶面有突破，你需要伫你的婚姻顶面受祝福，你需要要得到产业，你需要伫你的心灵会通得到透放，得到自由。你即摆这个时阵，你若需要，请会通起立，同工会通为着你伫遮来祈祷来服侍。这时阵你若需要，你会通起立，请咱的同工伫遐来服侍，为你来祝福来祈祷。你会通，你的手伫原位，你手换伫你病痛的所在，也是你的亲人无伫这个所在，你知影伊啥物所在有病痛，你就手换伫迄个部位，为伊来恳求来祈祷。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咱为着安尼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以你来就是要互阮得到活命，得到更加丰富。用你的名伫遮来祈祷，来祝福我的兄弟姊妹，因为你是医治的主，你是供应教业各村的主。主啊，当阮就近你，按耳孔来听，我的心情就会活起来，我的心就通得到自由。用你的名伫遮祝福，听你的话堂，伫遮的兄弟姊妹。主啊，新的一年，你医治甲面啥同在，你的供应甲面啥同在。用你的名，你是阮所伫遮的同工的亲像，伫遮的兄弟姊妹亲像，互因的心得到透放，灵得到自由。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主啊，所阮奉你的名来到你是阮的宝座前，我要大力开嘴，用信心来对你来恳求。新的一年，你大医治要临到伫我甲阮的亲人。主，奉你的名，伫遐捆绑一切这黑暗的关系，离开伫这兄弟姊妹心灵，透放因，互因会通得到自由，互因灵得到自由，因的身躯就要得到医治，得到勇健，互因伫因的需要顶面得到主你的供应。愿主你来帮赞，互阮拢会通真做得到福气的人，因为你是赐福，愿意将一切好物来留予你的儿女的上帝。愿主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咱来为着今仔日下礼拜，咱今仔第2场有4位成人的洗礼，有1位的更新礼，2位的信仰告别，1位的小儿洗。感谢主，圣神来感动人的心，互人会通伫遮来认捌伊的救恩，用信心来领受。所以咱为着主日来守望祈祷，为着遮个要受洗礼吼，为着因的信心愈来愈坚固，咱用上帝话做来宣告。恁若点伫我，我的话点伫恁。恁若所听的、所爱的，恁着求，就要甲恁成。咱要为着为着牧师吼，要传达上帝的话，帮赞互牧师有对顶头来开单稳定，也祝福每一位听的人，心窍会开，明白真理，用信心照呢去行，真做有福气的人。为着咱这个受洗的这兄弟姊妹，明白圣经真理，坚定因的信心，无论顺境逆境，知影主无离开因。为着这个志工队协会李干事的等等这，咱为着这来祝福来祈祷，特别为着这服侍团队，咱开声来祈祷。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
亲爱的主，你是礼拜的主，你是安息的主，你也伫礼拜中间，互我会通经历你的同在，主。你伫2000多年前彰显上帝的荣耀来到你世间，显明你的主爱、怜悯、你的医治甲祝福。今日阮透过圣礼典，甲你搁一遍亲密的连接，透过听主的真理，坚固阮的信心。透过阮领受主的话，行出去的时阵，正做主你的光灯。愿主你来照光阮的心，捆绑一切黑暗的关系离开，一切搅扰离开，互咱能专心伫主你的话顶面，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耶和华，求你暗耳孔听我的话，监察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暗落听我求救的声，因为我向你来祈祷。来吟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请起立吟全首。现在。
同心来祈祷。三位一体的上帝，救主耶稣基督，你创造何等的伟大，人袂会测度；你的疼痛也何等的伟大，人袂当理解。受造的万物，人类拢爱举起双手，欢呼赞美，用肢体用各种的乐器来学乐你。有时人有意无意中间所犯的罪，造成的错误，也话求你毋通伫生气中责备阮、刑罚阮，求你赦免阮的不义，清起阮的心思意念，灭绝阮无好的念头，用你丰盛的慈爱接纳阮，长看关心的疼来包围阮。求你怜悯阮的软弱、无知，所做无合着上帝旨意的一切。求你，互阮会当昆读你的话语，互阮的灵住伫你的内面，甲主相亲近。你也住伫阮的内面，甲主相结连，互相建立着美好的关系。今仔日是通欢喜的日子，会当甲主你来同坐倒。求主你赐福今仔日要洗礼的兄弟，遇到主的救赎的恩典，要享受到主丰盛的爱宴，也有属灵的智慧甲参明，会当明白上帝话语的奥妙，坚定因信心的脚步，行伫正诚的道路。今仔日教会内也有济济的会议，即工对干部会议、协会理干事会，甲拜六的圣礼典，拢求主你来掌权，会当顺时来完成。基督教兼关怀学会所进行的各种的事工、服侍人员，拢求主你来保守看顾，会当应行一人。今仔日，阮济济同心的兄弟也来到主你的面前敬拜，要求主你听阮的祈祷，身体欠安的，求主你来医治因；心灵郁卒的，求主你来透放因；伤心艰苦的，求主你来安慰；有欠过的，也求主你来帮赞。伫无共款的需要中，照主你的旨意来成就。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兄弟，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57篇。就是约翰第15篇，启用文第57篇，就是约翰第15篇。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地是种葡萄的，连伫我的阁无结果子的枝，把伊剪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恁着甲我结连，我就甲恁结连。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会结果子。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伊，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无我，恁袂当做啥物。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孤枝，互人迄出去外面。互人捡规堆迄落火烧。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啥物，求就互恁实现。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我的地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即是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吟的诗是对主吟何山那。
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1章1节到2节。新约圣经以弗所1章1节到2节，白话伫圣经伫220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我用现代台语译本来读。我是保罗，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我写批予住伫以弗所属基督耶稣忠信的信徒，愿咱的父上帝，甲对耶稣基督恁恩典甲平安。请本堂由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好树结好果子，好树结好果子。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伫过去一年久，你的保守、你的看顾，互阮经过无论啥物款的环境，你犹原甲阮相合同在，无啥物会通互阮甲你疼相甲隔断。也新的一年，求你享受透过你的话，伫第一礼拜，我来看见做这个兄弟，因愿意拍开的心，用信心来领受主你将做因生命的救主。愿你的恩典甲因相合同在，透过因也受因祝福，伫因所接触的亲人朋友。求你来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照安尼去行。伫新的一年，阮会通伫生命顶面结好果子，阮会通伫阮手所做的会通行通顺利结好果子。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因为兄弟大家平安。新的一年，咱彼此伫遮互相来祝福，讲上帝恩典加倍赏赐予你。咱伫即个主日是教会节庆内底一个真要紧的日子，就是主显现的节期。主显现的节期是咧讲咱拄仔过圣诞节了无偌久嘛吼，了后是咧讲即个东方的博士，搁有就是来朝拜即个圣婴儿耶稣基督，以及后壁伊。互伊的表兄洗礼约翰，伫约旦河伫遐来洗礼，所经过发生的这事件。这个节庆是咧纪念上帝透过伊本身成做人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互伊的恩典会通真实伫你我的中间。今仔日咱看有兄弟姊妹伊用信心要来领受耶稣成做伊生命的救主。这就是恩典会通透过这个过程，互人会通领受。今日我看见咱要洗礼要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邀请因的朋友，邀请他的朋友吼。我们看有一寡这年轻人吼，伫咱中间。所以咱毋茫透过礼拜也好，透过小组，透过咱彼此的分享。互这个恩典会通临到伫兄弟姊妹中间。伫这个主显节了后，互咱知讲耶稣受洗，正式传福音，然后呼召门徒，呼召门徒。你我就是受呼召，伫过去的这个信徒、这个门徒中间，今仔日这个恩典也临到伫咱。2019年。教会的一个主题，咱做会读来，做主门徒多结果子吼。咱过去做主门徒，互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互咱的生命会通因为这个愈来愈成长，来结出好的果子。所以咱的主题经文今年会用约翰福音15章的第10到11节。伫咱所刻月历的顶面就有写吼。今仔日咱透过这做主门徒多结果子，互咱的生命会通愈来愈成长，特别这个拄仔要洗礼兄弟姊妹，互咱的信仰会通愈来愈坚固，会通结侪好的果子。咱来看一段的影片吼。可以吗？
这段影片其实就是讲对夜症、对布残对会通伫遐来收割吼，一个浓缩的影片。咱望透过这段的影片，直接来提醒咱，检查你有做实过，你有种田过吼，你会通真大心伫遐来感受到过去咱的辛苦着磨。咧收割的时阵，你会通欢喜伫遐参与伫迄个收割内底。咱真欢喜，伫迄个收割时，阮细汉的时阵厝种田吼，也有种稻啊。咧收成的时候，收割的时阵吼，做囡仔上欢喜拢啥？食点心。大人因担迄个担迄个篮内面就放米苔肉，放咸糜，放一寡只点心嘛吼。咱看的是大人因伫遐做到真拍拼伫遐咧种作。对，你若种田过，你就知影讲，你爱开始伫遐犁田，然后放水互伊的土流软了后，开始布黄插秧，然后咧，你爱顾无，爱扫草无，迄较早无亲像安尼，较早佫爱规个吼，伫遐哪扫哪抠草，了后，当迄个稻穗稻穗慢慢在生长的时阵，你佫爱烦恼啥？烦恼切鸟仔来咧食对无吼？所以着爱想尽办法用啥？稻草人，用灯光甲牵的吼，迄风若出来，轻讲安尼吼。若真正足济，着用啥？放冲天炮甲赶安尼吼。总是咱知影讲，实在是上帝透过安尼透过你我的种作，咧有饲遮的天地万物嘛。所以较要紧就是讲，当即个大人伫收割收成的时阵吼，做囡仔会通参与欢喜是伫遐咧食点心。总是当你慢慢大汉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哇，原来遮个收割的过程需要你有野种，你有栽种，你爱用心伫遐来甲照顾。可能有一寡会影响伊生长的因素，你爱甲抠草。佫有迄个后来生态受破坏，福寿螺。所以其实上帝创造世界中间有迄个生物链，有伊的食物链。总是有当时咱会掠做讲咱足巧的。即马咱足惊台湾安怎？钓这，因为因为一寡所在拢咧钓这，钓啥？钓猪这啦，猪瘟嘛，瘟疫。所以过去咱若去金门生活对近的去金门，咧会买啥？高坑牛肉干啥？即马这拢袂使对无？你若早个爱花偌济？20万起跳安尼吼。即马咱看去讲整个的生活生态受破坏时阵，甲啥物人有关系？甲你我有关系，有正做一个好的关系，好的管家没有？今仔日的圣经虽然两节总是伫遐要连接其他的圣经，甲咱三个来看。保罗写配予以弗所的教会，伫咧讲写配予遮个基督耶稣内底忠心的人。咱是毋是通成做忠心的管家、忠心的人？伫以弗所教会有机会，咱今年10月会办这土耳其甲希腊的圣地一寡旅行吼，检测会通伫遮会去到伫以弗所的教会。第二，咱看讲，咱甲耶稣基督会结连，咱的性命甲人像拄仔咱咧看遐收割，会通欢喜伫遮来收割，是因为你的生命中间有真好好伫遐来灌压栽培，无论是种遮的果子树共款，细汉阮兜嘛有种。果子阿公、外公种足侪龟山坪，满山遍野，
逐种的果子。当迄修行的时阵，我会去食灵眼吼。一般咱就拢安尼，我拢摕规把，甚至爬去哩灵眼藏啊。奶子嘛是摕规把咧食。哦，迄山仔是规盘桶。哦，行过无小心弄着碰过山落落，搁对不起哈。真丰富，是因为有遮个士大人、遮个亲人，因的种作。今仔咱会通伫遮来享受这个礼拜的环境，嘛是因为过去遮个信仰的前辈，因伫遐栽种拍拼，然后到有今仔日，总是无停留伫这个所在。咱毋望上帝搁开阔咱的境界，做由伫遮来开阔，阿门吗？毋是伫教会那定，上帝也要透过你家己所着活、劳力要食劳力所得到的。今仔咱透过圣礼典也要搁一遍来提醒咱，是毋是好成做上帝伫这地面上好的管家？伊即管家的一个真要紧的意思吼。那伫这个希腊文的意思oikonomos 就是管家。oikos 是咧讲，那伫小组内底常常会听到 oikos， 这是咧讲一个家庭。nomos 是律律的意思吼。所以伫遮咧讲是有官兵咧管理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圣经头一个有提到伫一个老罗卜来管理亚伯拉罕的家庭，这是记载伫创世记24章的第20到第4节，叫做以利以下。亚伯拉罕交托讲，拜托吼，你甲阮囝吼找一个啥？找一个某啦，去阮的本家去亲人遐找安尼吼。所以伫遐交代伊吼，互伊会通伫遐承接即个任务。你知影咱世间上上好的管家是啥物人？有人口语讲上帝，毋是地面上啊。甲你的边仔讲妈妈。妈妈爱管你的啥物？吃喝拉撒睡拢爱管无？惊你食袂饱，穿袂烧，对无？半暝有架被，有塌被，所以地面上上好的管家啊，管理家庭，因为爸爸过去拢伫外口咧食头路咧趁钱嘛所以伫厝内底妈妈真伟大，对不对？爱伫遮管理囡仔有食有穿有房无等等遮拢爱管的所以咱看讲，这个管家的意思，总是咱要对三方面伫遮来看头一个就是讲，创世纪伫遮第1章、第2章拢有提到上帝安怎束缚，然后教互人有迄个管理管理所以伫遮咱看讲，管家的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伫物质资源的顶面，爱有一个真好的管理。所以伫遮咱看即个英文字economic 即个经济，就是咧讲上帝安怎互人通过 economos 衍生到就讲你要管啥？你伫家庭你要管啥？上帝将遮个一个爱电网的资源交互阿当伫遐管理嘛，你着爱好好照我的方法管理啊。但是后来咱看阿当有好好管理无？亚当有没有好好管理？有照上帝话去行无？无啦！你知影禁止的禁安怎写禁止的禁啊，顶悬有啥？2张树对无？2个木嘛，对无下骹咧是个表示假示的示嘛，对无？所以伫遐甲伊讲即一层会当食，一层袂当食你着爱照我的方法，所以交托即个责任互伊啊。
但是亚当无好啊，照管家的一个责任，听蛇的话。所以咱看伊讲，伫物质资源，上帝交代互伊去管理的时阵，无好啊，伫遐管理，人嘛是共款吼。所以经济其实是管家伫管理的一部分，上帝嘛将金钱互你。但是伫遮咱看伊讲经济，今仔最主要是本来咧讲迄个物质资源，但是慢慢咱甲变化成做啥物金钱化，所以咱来讲到经济，就想到啥钱啦，吼。伫迄个英文的世界内底吼，即个steward 即字其实就是伫遐伫提醒讲，咱马上想到这个金钱。伫遮伫讲，其实服务的人员管理吼，即字你要哪好管理伫你生活中间，上帝互你的这个物质、这个资源，你好好啊去管理。这是头一个管家爱管理的，亲像上帝交资源互亚当安怎去管理。第二，咱看讲自然的环境吼，自然的环境ecology， 就是咧讲遮个生态吼。咱看生态一受破坏，过去上帝伫每一个地区区域有伊的生态，对无？今仔日本来咱伫农村产梨，对无？细汉捌摸产梨过无？后来去有啥物梨？你拢知影吼，福寿梨怎啊外境伫遐来入侵，所以破坏迄个生态。你即摆要食产梨，真歹食着。过去是安怎？迄边凊彩蒙蒙的，哇，一碗公啊，吼！兄姊妹，自然生态无好好啊受管理的时阵，今仔日咱开始咧担着迄个恶果，啥物？自然的反扑，对无？咱看规个生态的变化，伫几十年前，你敢捌听过啥物叫做土石流？毋捌啦。伫我读新学的时阵，办一个营会内底有请一个教授，叫做陈玉峰教授。伊伫迄个营会内底讲，无偌久，阁无几年，咱的土地就会反扑，就会产生土石流。啥物叫做土石流？无迄个想法。结果咱看即马，雨一较落大就土石流，对无？咱看全世界差不多拢安尼。所以伊是因为啥物？人无好好伫遐管理，所以创世纪伫遮甲亚当夏娃交代，互伊讲好好来治理，好好伫遮来管理哦。所以这是上帝交托人伫即个自然界的中间哦。所以伫第1章28节，咱会当去看。第三咱来看即字吼 ，ecumenical 是咧讲普世教协，普世就是讲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特别咧指伫迄个普世教协基督教的一个协会，全世界的这个基督教会会通连接起来，伫遐彼此分享、彼此关怀。而且咧讲的意思就是讲，人无干那顾家己各自为政，就是讲你无干那顾你家己。要关心族群彼此要有这个关系，所以圣经内底也提到讲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所以做一个管家，毋是安尼讲管理这个物质财产，是佫包括拄仔咱所看的人际关系，甲这个自然的生态、自然的生态吼。好，今仔咱透过这个整个的关系，管家就是咱受交托。圣经甲咱讲，咱会受交托，要成做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亚当夏娃受交代伫创世纪2章的15节，本来讲修理啊，现代中文原本讲啥？耕作。第二，你着爱看顾伊、看守伊，甲翻译叫做保护伊。所以上帝互人土地。你也看见伫旧约内底一寡只条例，第7年互伊安怎休困，
互伊家己会通生息、安息、安息。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主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讲，要安怎伫即个经造，伫即个看顾伊的过程的中间，好经造就是亲像咱用即摆现代用语讲开发，一块土地互你，你安怎去甲开发？一块土地互你，你安怎去甲起造？然后咱看伊讲，伊个中间就爱讲，好好啊伫遐开发，无甲破坏，保护土地无受到污染。总是人失去迄个良心的时候，为着利益，就安怎？污染，然后破坏上帝互咱的遮个自然环境。所以今仔日咱透过这段圣经，伫基督耶稣内底，要成做忠心的人。忠心的管家，咱做伙来读来。对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批假互点伫以后遐个圣徒忠信伫基督耶稣的，用伫耶稣基督内底要成做忠信，就是忠心有信心的，忠心有建设。伫圣经内底的忠心，就是讲你对主人甲你交代吼。你着爱照安尼去行，无辜负着主人交托你的使命。有建设伫遮咧讲的意思，就是讲你对边仔的人，对遮个你所接触的人，你有关心。当时就是讲，你对教会内底遮有需要的人，你有去甲关心伊的需要的无？这就是管家角色，就是讲你资源有好好运用无？然后你甲社会的遮个关系，你甲人，你甲你兄弟姊妹伫小组，伫你厝的人，你有好好伫遮甲伊有好的一个关系，特别是有咧关心伊无？关心啥物？关心伫伊内在甲外在。当时伫生活了后，讲伫属灵的顶面，你是毋是有按时分粮按时阵才发米粮互因，毋是干那伫外在。佫有伫内在，你讲你关心，所以昨咧问道理的时候，我就介绍讲，即爱是牧者长老，然后信仰问题安怎会通去问因啦？长老的养成是需要透过啥物？2年洗礼了后，才有机会受选执事。受选执事爱2任，中间佫有休一年，爱2年洗礼。互你作顺好无？安尼做长老，差不多几年？上无爱11年10年、11年以上啊。所以应该伫信仰的顶面，会比一般的佫较好淡薄。讲好淡薄是，如果咱伫即份无好好学习、追求装备，会去互考倒师傅，你知无？所以弟兄妹，咱第二就是讲按时分粮按时阵分米粮来帮助或者个信徒伫信仰的顶面会当得到坚固。所以咱有安排属灵的谈判，可能伊伫信仰比遮要受洗的人兄弟姊妹会佫较好淡薄，行较头前淡薄。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管理内底是包含照顾，管家咧管啥？人甲人中间迄个关系。咱做伙读来，恁结果子姐姐，对安尼我的爸得到荣光，也恁要成做我的学生啦，好。所以咱有上帝所予咱的无共款的恩赐所以足侪恩赐画弹琴、唱歌、诗班、交谈，真多对无？咱看上帝予咱有无共款的这恩赐，咱要咱好好伫遮来使用咱的恩赐，会通透过礼拜中间的时阵哇，因唱了足好听的呢。这个歌词内底咧讲啥，我一心感受到。可能一记来，哇，这管风琴弹了真好呢。伫迄中间，互伊心会通安静来听上帝话。所以音乐嘛会通医治人的心呢。所以真侪对各方面伫遐。搁有就是讲，咱伫彼此迄个看顾连接中间，有需要人因会透过即马最方便的赖对无？恁有赖还是无赖？有赖。
咱通常会透过这个软体直接来连接，对无？我去于佳琪姐妹吼，爸爸最近跋倒嘛吼，伊是骑脚踏车是无？毋是哦，昏倒，吼，所以本来魂袂不清吼，但是今日昨是昨日，昨天醒起来吼，感谢主吼，就咱总是为祈祷啦，未洗礼嘛吼，但是这这是爸爸咱为祈祷圣良兄吼，今仔日伊的囝儿奕晨要来做信仰告别，所以伫迄个来过程中间是讲这个FB 吼来透过伊的团需要，然后我想若有接到的为祈祷，为着即个兄弟祈祷，感谢主，互迄虽然有血块，拢是伊即马醒起来吼，咱继续为圣灵兄祈祷，毋茫互伊伫生命中间以外能接受耶稣，诚做生命救主。求主来帮咱，透过安尼，互咱诚做有好温顺的关系。咱做来读一段圣经来，逐人照所受的温顺三服侍，做上帝百般恩典的。祈祷、代祷就是一个温顺，是一个管道，是一个祝福人一个互人会通得到上帝恩典的管道吼。所以今仔日咱其实透过安尼的一个接触。其中有一位姊妹来问讲你为什么要来洗礼？我就看到这个姊妹伊感觉足善良、足好的所以伊就来教会，过来要来洗礼。是因为兄弟姊妹伫生活中间，在生活当中，伊显明有上帝恩慈。良善，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咱需要安怎？需要显明者吼。所以连接到伫咱今仔咱的主题经文《约翰福音》15章的第1节到11节中间，咱好去读咱做来读这段圣经来。恁对顺坦真理已经清去心魂，至到听兄弟无假，就对切三听所以天父修正可能会通对真理直接来帮助咱，本来要生气气挫，总是上帝话来帮助咱修正咱的脾气有当时会怨妒，你知影最近咱咧读创世纪对无？创世纪内底第一宗的即个凶杀案。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你知无？怨妒啦！该恩看到上帝接纳阿伯因小弟的祭物，是安怎无要接纳我？生气，怨妒了，生气了就安怎？迄个杀人的意念就来，所以就将伊的亲兄弟杀死。咱看家庭出问题。后壁的囝儿就出问题，爸母阿东夏娃无照上帝话，然后咱就看整个家庭都有真侪这纷争，所以伫遮天父上帝咧修正咱的脾气，有人咧论断，伊就讲了作歹是安怎？有人咱会论断，咱无迄个资格通论断啥物，因为咱若论断，天父上帝嘛论断咱。所以，当咱看到这圣经话神在甲咱证，在甲咱修咱才会通结好果子。结出啥物？哇！圣神的果子有啥物？仁爱、欢喜、温慈、良善、温柔、节制、信实，还佫有准则，对无？有真侪这果子，就会伫你的生命伫遮来显明出来。我看阿舅阿公因伫遐咧。咧剪然后还佫接机会当产生无共款的这果子出来第二，咱看讲咱的性命安怎结果子，就是爱透过上帝甲咱修正上主的话来修正，然后咱常常伫主的内面
伫遮圣经内底讲，恁若点伫我，就是有迄个结连，所以咱常常甲主有这个结连，就咱所求的要甲咱成就。第二就是讲，咱爱活出啥物好的一个品行带人来信耶稣。拄仔我讲的就是讲，因为兄弟姊妹，伊看见你的这个所表现出来，伫生活所显现出来所以伊感动，伊来到教会，然后要接受洗礼。这个就是讲，伫咱生命中间，咱若彼此有迄款的听，咱做会读来。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因为你的听，因为你的关怀，因为你的良善，互人知影讲你是上帝的囝儿、查某囝。总是咱无因为安尼，咱怎啊骄傲起来？拢嘛是我，所以伊敢来信耶稣，毋是安尼，是因为上帝恩典。将荣耀归予上帝。来，咱做来读来。恁皆做过节做，对安尼我的爸得到荣光。恁也要诚做我的学生。耶稣甲咱讲，咱结过节做是要互咱的天父得到荣光。咱嘛会通继续伫耶稣的即款的恩典的内底，继续来领受过来，咱要哪去做好的果子伫新的一年，无论伫你手所做你的产业较要紧就是头一个咱爱甲主有好好的结连，所以教会拢提供有这个在家会主，每一工拢会伫咱的我的教会 app 内底还有你会当看圣经，上帝话就伫遐来好亲像营养分来帮助你营养分咱做来读来，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点伫我也，我点伫伊个。因为甲我三里，恁就袂做啥物。所以上帝甲咱讲，你着爱常常甲我结连像一个树丛，你若无话这个枝若无甲伊结连，你着无法度对这个树丛来得到营养分吗？第二，咱得到营养分，咱会祝福咱会甲这个所设定的对象来祝福，互恩惠、恩典、平安会当临到伫因。咱做会读来，愿恁对咱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恩典、平安。保罗伫为着这个，伊有所有信徒伫遮来祈祷来祝福。好，亲像咱要为着咱所设定的这个兄弟姊妹、亲人朋友来祈祷来祝福。伫跨年祷告会，去年的跨年祈祷会时阵，中央有一个就是互大家写讲我要安怎设定，我要安怎祝福人，互人有机会来得到即个福气，然后写了，甲放伫迄个鸟蛋内底然后后礼拜检彩，咱甲挂哪像做一个坡道安尼共款，挂伫咱二楼外口互咱会通提醒咱讲，我常常为着这个人祈祷咱透过安尼的一个祈祷的行动若无写着的咱甲佫准备迄个鸟蛋互你写啦你看要祝福啥物人咱伫圣诞的餐会的时阵嘛，互大家安怎写讲你伫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身躯病痛顶面，你需要得到医治，甲写落来，哇！咱转来甲做一个啥物神迹的事安尼咱毋是搭伫遐就好势呢，还知无？搭伫遐是要提醒讲即个兄弟姊妹因有需要，身躯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伫人际关系婚姻关系等等的需要咱为基督来祝福，所以愿上帝恩典平安会当临到伊。因为你会为伊代祷，所以遮个亲人朋友要来洗礼，来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咱要怎伫遮来回应但是咱要怎伫遮来在家会主？上帝话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咱做伙来读来，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每日善事的，也是伊的律法。什么人要真做有福气的人就是欢喜耶和华的律法。意思就是讲，你喜欢上帝的话，每
每日三思啦，毋是想一遍尔，三思哦。早暗早中晚就讲随时去想上帝话哦。那安尼你会通真做是一个啥物款？来做来读来。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一尽行通。求主来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主的话，伫遮来回应，会通帮助，互咱透过这圣经的真理，是遮来帮助咱更较明白，会通真做结做果子的好树。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通伫人生的路程有主你的同在、你的陪伴。今仔日也透过兄弟姊妹关心引带，互这亲人朋友因有机会来得到这个救恩，愿主来祝福，也透过这个圣礼典，提醒阮常常甲主结连。透过洗礼，互这兄弟姊妹会通伫主你永活的国度内底有份，互因的名记伫主耶稣的活名册顶面。有一天，当阮煞了世间的劳苦的时阵，主你就伫阮的身边来引带阮，倒转去到伫天的祖家。所以，阮毋免为着未来的烦恼，阮面对现在，阮知影有你牵阮的手，行阮人生的路站。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咱要来吟圣诗354首，第一节、第二节，请咱坐咧吟。唱诗歌的时阵，请要接受圣灵洗礼的兄弟来到头前。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做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也袂上天的大仙有讲，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伫五旬节的时阵，彼得传福音。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伊见若主咱的上帝所要调。所以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就向众人来传讲真理，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你们所接触的人。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当我安尼要对恁来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
伊的名来受洗，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圣礼典，让我们心里面真实的悔改、相信，也让神的恩典、慈爱能够临到你们。所以透过这个受洗，让你们重新跟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连结，就让你们的生命可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供应。这个时阵请恁注意来听请你们注意来听，我所要问的问题，恁念伊听了有无这请恁注意来听我的台语甲华语啦台语华语有诶听较无台语，惊伊怎啊滑头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卫刷无？你们有没有信上帝成为你们天父？耶稣基督作为你们的救主，圣灵作为你们的保惠师，有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有啊无？恁着挖靠上帝恩典，真爱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行？恁有愿意要安尼行啊无？跪在这里。徐亚轩，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主上帝要大大使用你，成为他赐福万人的管道，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卢淑芬，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主上帝要使用你，互你成做恁家族头水的果子，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蔡妙仪，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上帝做恩赐要互你心意更新变化，互你也通成做上帝拯救人的管道，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蔡依玲，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不叫人小看你年轻，互你伫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能够做你同事的榜样，靠耶稣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性，也愿恁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欠。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的官兵，接落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主，伫2000多年前，你降生伫伯利恒，伫加利利传道你，伫逐所在医治人、讨病人，心灵得到自由。较要紧，你伫十字架顶，在十字架上，你有阮牺牲，上帝羊羔除去阮世间人的罪，然后阮会通真做有万有永活拯救的子民。愿主你来祝福，分别因做成，互因伫即个世代真做你的光灯。愿主来祝福，互因会真做因所接受，特别因的亲人的一个祝福的管道。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小委员来接纳，请我们向后转。今仔日是因的属灵生日哈，属灵的生日哈，感谢主来祝福因。好，咱来请伊属灵的同伴吼，属灵同伴来以林安排秀一啊。君毅不来，所以你代替。迄秀一是宜林的姐姐啦吼。来，佫有你嘛是庙宇的迄个吼，小莲头发，秀一是庙宇的妹妹啦吼。好，好来咱淑芬姐妹吼，请季美姐吼，季美姐，然后感恩带入大人阮家己免小组了吼。来，那雅轩是请子轩，但是今仔无来吼请田来代替一下。来，先来对雅轩来介绍吼，妈妈吕淑英吼，伫她的家人在哪里吼？请站起来站起来。他的朋友邀请伊的朋友好，请坐，请坐让你们看到她成为上帝的宝贝女儿这样的一个祝福来，咱看吕淑芬姐妹伊是出咧，迄个影响伊的咱新闻节伊是算讲因兜头一个信主所先生啦，即囝儿查某囝拢还袂信所以感谢主咱为伊来祈祷来祝福，所以真做因兜头做过去的影响好，咱来看做伙介绍啦，蔡妙仪甲蔡怡玲迄个家人伫对爸爸妈妈来边安尼恁兜阁剩妈妈还袂洗礼啦妈妈管家呢袂使，佫有，佫上细汉的，微尘微尘满16了嘛，对不对？16岁以上就可以自己祷告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信仰。好，咱
拍手甲因祝福吼。好，请回座。咱来吟圣诗354首第3节、第4节，咱来请坚信的甲信用个别的3位来到头前。拍照比较好。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因咱得到帮助是我个摇我的名，伊是创造天地，并且伫上帝面前细汉已经有洗礼，也是在他教派有洗礼。今仔日要进到伫江南教会大家庭咱搁一遍来信仰告白信仰告别，通有份受接纳伫主的圣餐。主所听的赖玉静、李秀英于义成，恁已经伫细汉也是伫他告白。